60個就可以攞低呢一套270度嘅 IMAX 大廳，望出去270度嘅環繞大海，你敢唔敢相信？行出外邊，望落去外邊，嗰邊係深圳灣，另外嗰邊咧就順寮灣，咁呢個海景單位，你值唔值得擁有呢？ OK， 跟住鏡頭入嚟2000幾尺嘅大平層係點樣嘅？嗱，首先嚟到餐廳部分啦，呢個餐台你話可以坐幾多個人啊？好，嚟到中西廚房呢個位置啦，中式嘅廚房、廚櫃、燃氣爐全部包晒俾你嘅，包括埋雙門冰箱位啊都預留埋。你話做啲滿向前席啊，同埋啲九大簋，話咁意思執啦。好，嚟到西式嘅賭台呢個位置啦，沖翻杯咖啡同埋整個沙律，開啟你嘅健康生活啦，係咪？好啦，嚟到我最滿意嘅地方，270度嘅環繞大景觀嘅客廳部分啦，5×8嘅闊度，擺3張 L 型嘅 sofa 都足夠晒位置。嚟，再出埋呢個270度嘅17米大露台啊，望出去一片無際嘅海景視野，你話咁嘅心情特別靚啊！望喺下邊係別墅區啦，維港半島嘅別墅區嚟嘅，後期完全唔使擔心遮擋問題，因為呢個全部交付使用噶啦，包括埋下邊仲有一條獨家嘅私家通道，係屬於自己維港半島嘅。你話咁嘅生活掂唔掂啊？入去睇下。我哋而家由外邊入翻嚟休息區部分睇下啦，左邊2間房，右邊2間房嘅。呢間房原本咧就係間房間嚟嘅。樣板房做咗一個酒櫃，你後期可以做成茶室啦，或者書房、酒櫃都係冇問題，或者做間房。另外一邊咧係間套房嚟嘅，你可以做長輩房啊，或者客房。佢帶獨立嘅洗手間，有乾濕分離嘅。重點係呢度每一間房都係望向大海嘅。我哋再過翻去另外一邊睇下。OK， 嚟到休息區嘅另外一個部分啦，呢一邊公共洗手間、乾濕分離全部做好晒。鏡頭轉過嚟另外一邊咧，細路仔房。裏邊嘅通風啊、採光啊，個闊度都係完全冇問題嘅。嚟到你間主人房啦，呢間主人房呢一邊係衣帽間，同埋裏邊有個超大嘅洗手間，乾濕分離全部安排妥當。好，嚟到呢度2米床，咁嘅闊度，望向咁嘅海景，你話正唔正啊？夜晚啊，瞓覺開住個窗，聽住個海浪聲 ，nice。你喺度瞓覺可能都夢見嘅。啱啱我哋由上面2000幾尺嘅大平層落翻嚟會所呢度啦，十里銀灘係點解為之為港人同埋深圳人士特別喜好嘅地方呢？因為佢離深圳近，同埋交通非常之方便。佢大概係幾分鐘就可以上到去亞婆角或者小徑灣嗰高速公路，個零鐘就可以翻到去深圳噶啦。咁包括埋唔想揸車嘅情況下呢，樓下就有直通巴士翻深圳嘅。就周邊嘅配套咧，係屬於惠東板塊，我係非常之完善嘅。佢嘅市場啊、超市啊，同埋生活配套非常之完善。呢套單位你有冇滿意嘅？有嘅話，記得 follow Vicky 我啦。最緊要乜嘢啊？Like 同埋 subscribe my channel。拜拜。